好多人聽到童年創傷就會話：我細個都幾好啊，應該唔關我事嘅。但係創傷唔一定要係大事，好多時咧係我哋嘅感受冇被接住，又或者細個嘅時候咧，我哋對事情咧有一個扭曲嘅理解。例如細個你喊得好犀利嘅時候，屋企人好大聲咁同你講唔好喊，唔准喊。又或者咧，佢哋會同你講，你一定要乖聽話，你先至係一個好嘅小朋友。你一定要做得好，先至多人錫你。你唔准有咁多要求。又或者咧，佢哋將你同其他兄弟姊妹不斷比較，呢一啲都係隱性嘅創傷。佢會住喺你嘅潛意識裏邊，影響緊你而家嘅關係、金錢、工作、自信等等。好消息係，呢啲創傷係可以被療癒嘅。其中一個療癒創傷嘅方法叫做 Healing Code 療癒密碼，佢係由一位美國人 Alex Law 博士所發明嘅一套治癒系統。透過啟動頭上面4大嘅能量中心，我哋就可以抵消創傷嘅頻率，令到你唔再受到潛意識裏邊呢啲負面印記所影響。如果你都對呢套工具有興趣嘅話，可以留言1，我就會將呢個課程嘅連結 send 俾你。